万事兴，国和人民富，社和天下平。请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一生缘》。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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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讲一只船，讲一条命，海用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向东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做阵行。不不悠悠，唔免惊，乘风破浪成运命。甘心船，甘心命，付出心心一命。讲一只船，讲一条命。大心愈定，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向东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做阵行。不不悠悠，唔免惊，乘风破浪成运命。甘心船，甘心命。付出心心一命。我来甲你斗三工，你要甲我斗三工，这嘛是我的厝啊。我才交互你啦吼，我来后壁摒扫啦。阿母即马真无简单，才较振作起来。结亲的代志，我还是莫甲伊讲。啊，若无，伊一定会足烦恼。相信你自己，才会予我心碎。一路上你是阮唯一，我要用真心陪你，无论有风雨阻止。来怀疑，体会你不捌，相信你自己，才会予我心碎。一路上你是阮唯一，我要用真心。但即摆有住伫这间厝，安那就感觉真袂惯势。哦，三六八，安尼安静，来底坐啦。免啦免啦，我等下阁真无闲啦。虽然我有甲恁讲过，恁的代志吼，
我是拢无要插。他船长伯啊，等你嘛咧，啊，顶一回是我啉烧酒醉，歹势啦。你若听我讲我完一个啦，我若无讲，放伫心内，我真正挡袂掉。等什么代志好啦？即嘛每一个人拢为着美观，无心情做其他的代志。这间旅社总袂安尼继续落去。我会先振作，甲这个家庭重新建立起来。请问你来这有什么代志？我入大汉了，头一摆对我讲话正客气，我已经心满意足。其实你是一个真怪咖的查囡仔。多谢你的婀娜，也毋过我承担袂起。我要找恁阿爸，恁阿爸敢有伫咧？你找阮阿爸有啥代志？但我参恁阿爸拢遮做伙啊，我参伊是自细汉斗阵大汉的。这个世界上无几个当讲真心话。我想要叫伊出来行行开讲一下。你稍等，我入来叫伊。阿爸，是。伊找你啦。天色啊，你来找我是毋是秀萍伊？无啦，秀萍无代志啦。但你是秀萍的翁婿，秀萍若有啥物代志，应当是你头一个知影，应当你甲我讲毋才对。我咱去病院，苦劝的莫同啊做事了后，我就毋捌阁看到伊啊。你来找我有啥物代志？带你来去一个所在，行行。你敢有感觉这间厝，甲顶一阵仔无共款？是你来摒扫的，是秀萍。秀萍，今日透早，川流伯走来找我，伊甲我讲这2天啊，秀萍定定走来这摒扫。川流伯我哪有敢问讲伊是安怎要走来这摒扫？秀萍甲川流伯讲，伊讲徐家是伊的厝，永远是伊的厝。伊要用伊开力，将徐家整理好。天生啊，恁三个自细汉是我看大汉。凭良心讲，人秀萍伊实在是真好女着。我想，伊若莫对着你甲文昌，相信伊这世人会过得真快乐。啊，毋过。我会记得咱囡仔时阵，咱三个定定伫遮咧耍，跳绳啊，拍干路。我会记得有一摆，咱三个咧黄国街，我就围咧这个面线板后壁，结果你毋知我围咧遮。雄雄撞入来，弄一个真大个，害我鼻孔出去弄着，鼻血流真多，一个鼻孔青甲咱袂输钱。
迄个时阵，我会记这间厅，涂骹还袂空，咱三个密伫北青岛下骹，涂乌空，讲要灌渡沟，灌甲规个厅拢是水。想起来吼，咱做囡仔是才有够讲，迄厅要哪有渡沟啦？结果去互阮阿母发现，甲恁两个人罚跪，讲甲真凄惨。我煞无代志。你当然嘛无代志。苏同学，你是少爷，阮是新妇啊。我会记你苏同时，你会甲借面路杀扫阮两个，讲空是我后的，水是秀萍灌的，连渡沟嘛阮两个灌的，结果咧，害阮两个，互恁老母讲甲两个脚前背肿歪歪。我是查某囡仔，我当然无要紧。啊，秀萍一个查某囡仔人，两个脚前背肿歪歪，啊，行路安尼晃咧晃咧，敢真正会看字？天生啊，咱食到这个岁数，经过30-40年，我才甲你回死的，歹势啦。大姐啊，甲仙道无关系啊，涂骹嘛困甲边塌塌。就甲剩一个心灵道，我相信世界祖先还阁伫咧饲家，伊还阁咧保庇饲家的子孙。我相信伊我有看到，因饲家出一个好媳妇，秀萍。我的海角天，讲生命付出心心意喂，啊你是无看到我要出去哦？无你倒来遮，我是要哪行啦？喂喂，你要俩去讲哦，你头家做工爽，唔敢对你安怎？你讲较细哩，我会讲哦。人着你细汉对着一个扑棱哦，了我手，哼！死人去啊！今日就要来甲我摕1万块啊！啊，临时临了，我是要去倒撞？我来去找志强参详，看有啥物办法无？志强啊！嘿，啊志强啊，内面有房间你唔困，啊你困伫遮创啥啦？你起来啦，我有代志要甲你参详啦。哦，你啉酒呢？哈，你伫当时讲学啉酒啊？你毋知影恁母啊少年的时阵哦，就是叫酒害死哈。啊起来啦！是要创啥？啊，都迄个死阿姨啊，伊看我即马转去杨家大，掠准讲我偌年啊好业咧。哦，一开嘴哦，要甲我摕1万块呢。等我钱都还袂摕着，我是要摕啥互伊啦？伊佫甲我讲哦，我今日钱若无互伊吼，伊要互我好看啦。啊，紧起来啦！我早都甲你讲过，叫你莫甲伊做伙，你都袂买。你即马无钱要找我摕，我无倒。嘿，啊，迄是以前的代志，你即马讲遐是要创啥啦？我毋是要来甲你摕钱，我知影你无钱啦。我是爱你吼，紧起来看，看吼，帮我想一个办法，看要安怎对付伊啦。
起来啦！你去找杨天生啦！你找我是要创啥？啊，咱你无法度就无法度啦！你看安尼啊大声是要创啥啦？你甲我串一条呢？但是我阿姨啊啦，你快出去啊！出去啊！好啦，我会出去啦，我免你爱的啦。青瓜啊，你给我请好，你钱若无予我吼，我真是要互你真歹看。对明仔开始，我逐项来找你，唔是你遮无就养家。你钱无予我，甲你闹到家境不廉，唔是你甲请我明仔哩。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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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莫听咧真心后白讲啦，代志毋是安尼啦。你早就知是真正你啥都要甲哭。哎呦，志强啊，咱少年若无讲一摆，路边哪有有影讲啦？而且以前吼，我都目睭去顾着打扮者。我无想要听。阿母，这几工我已经受真足啊！你顶一代的代志，我无可能管，我无可能去管啊！你不爱管，我是你妈妈呢。你不爱管，我是要安怎？你拄才敢无听伊讲？伊讲伊要找我麻烦，伊要闹到我家境不廉。你若不爱管我，我是要安怎？你去找杨天生，你有法度管你？我的海角啊天，讲生命，付出心心。今仔日，我足无简单提出我的勇气，家己装甲水水。至少我认为是水的。我搁穿裙哦，这是我这世人头一摆穿裙。我所有的打扮，拢是为了刘青。我要甲伊证明讲，我是一个查某囡仔。我想，伊一定会惊一跳，伊一定会发现讲，原来我是这么水。想不到结果，伊毋是惊一跳，是拍着惊，袂输敢若看着鬼。哼，伊阁是外缘投，阁敢嫌我歹。闭关日记内面所写每一句，你拢有看到，你有啥物感觉？感觉只是艰苦，只是不甘，只是家己怨叹家己。你安尼死气，走出去啉烧酒，啉到醉茫茫，所有人甲你苦劝，你拢不爱听。你安尼到底是算啥？我实在哦，就替美官感觉唔对，伊哪会去介意着像你这款无骨气、无责任、遮尔袂晓想的人？我是无骨气，非伫我一定让恁大家拢做失望的。你妈，
凊彩你安怎骂？为你即摆啥物代志对我来讲拢已经无意义啊！你想讲你安尼讲，你安尼做，大家就同情你、可怜你哦。其实你心肝内咧想啥，阮大家拢知影。你只是咧逃避，逃避你家己心肝内的痛苦，嘛逃避美观因为你去坐假的事实。我是咧逃避，美观因无应该去坐假，人是我杀的，应该去坐假的人是我，我才是杀人凶手。无唔对啦，你是凶手，你唔但伤害伊添财，你嘛伤害美观。来怀疑，背负你不相信的自